咱今仔日要看诗篇46篇吼。我大声，原来大声讲即个诗篇46篇的背景，啊，咱则用迄个背景来看即个诗篇咯，安尼会较清楚啦。即个诗篇的作者吼，你若我无创伫遮，迄个作者吼，迄个诗篇46篇顶头有写可拉的后代。恁会记得顶礼拜我有讲可拉的后代，恁会记无？迄可拉迄个人哦，对摩西真不满，啊，上帝甲因刑罚啦，啊，伊带250个人，因上帝地开开吼，啊，因拢落落死去安尼吼。迄个后代，顶礼拜咱讲的诗篇42篇哦，伊写迄个诗篇的是伫大卫的时代。即个可拉的后代吼，即马咱看即个吼，是伫大卫以后差不多300年，希西家做王的时的代志，以赛亚先知的时的代志，所以相差300年。对古早敢若就拢有迄落安尼，毋是敢若皇帝安尼直直传落来尔，迄祭司嘛安尼直直传落来，一代一代传落来，所以。300年后的可拉的后代写即个诗篇，咱台湾吼，咱台湾嘛有小可有即落吼。我会记我迄落控制生日的时候，迄控制生日我敢若欢喜，敢若迄日休困上欢喜安尼六点。哎哟，因着叫什物控制的第几代的子孙去做主祭官有无？有啦，都是像这啦。这是可拉的后代，是咱顶礼拜讲的迄个后代，200-300年的后代所写的物件。迄个背景吼，迄个时代是伫大卫了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了，你知影？所罗门死了后，以色列分裂变做2国，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国，两边南北两边。主前721年，迄阵啊亚述帝国 Assyrian 吼，亚述帝国侵入去北的以色列国，将以色列国毁灭，将遐人拢掠去亚述去做奴隶，包括所有的王拢掠去。啊，因吼伫北以色列了拍了吼，因想讲。像迄个势吼，想要去拍犹大国，就是南边，因兄弟仔讲嘛，想要去南边。即个代志就是伫即个时阵发生的啦。伫即个时阵发生的，因想要去，因征服北以色列了后，想要顺续去征服迄个南犹大国。迄个时阵，希西家做王。即个王是真要紧的王，咱较顶会讲到伊的代志吼。啊，迄个时阵做先知的就是以赛亚，咱圣经内底上长迄本先知册以赛亚，就是即个时阵的迄落。因吼，迄个亚述的兵来吼，将耶路撒冷围起来，因为所首都伫耶路撒冷，围耶路撒冷。当然，大家拢真惊，拄即个亚述帝国拄这消灭因的兄弟仔国，即摆来包围因，因真惊。希西家当然嘛是惊，本来要甲伊求和，想办法要甲伊讲卖啦，卖安尼啦，伊都毋插伊，都要来，即围城。迄是伫圣经写讲是希西家做王第14年。我拄有讲希西家即个王哦，真有眼光啦。伊做王无偌久哦，伊做一项代志真要紧。我较顶会讲，这项代志救着犹大国。犹大国迄个时阵无互亚述国征服去，犹大国一直搁延续到主后586年亚利米的时代，才去互巴比伦征服。所以为着这个代志，犹大国不加活100几年，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
这是伫迄个伫围城了有一早起因爬起来看迄亚述的兵拢死伫遐，列王下传写讲有185000个死伫迄个耶路撒冷的城外。我咧想讲185000，敢若整理遐心思，毋知要安怎整理因上帝保守，因就讲上帝保守完，阮无去对敌征服，安尼伊写即个诗篇，伊写这是即个背景，咱来用即个背景、历史的背景来看即个诗篇你会当更较清楚。即个诗篇我有分做3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帝安怎保护咱，上帝的作为，迄是对第1节到第6节、第8节到第9节有2位第二个是第2部分是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迄是第7节到第11节，这2节拢同款，就是像咱唱圣诗的和，顶礼拜咱嘛有顶礼拜咱看视频嘛有迄个河，就是迄个河。佫上尾就是咱要安怎经验即款的上帝？咱要来做三部分来看即个视频头一个是你第1节到第6节，我先看第1节到第3节上帝是咱拄仔有读啦你咱咧看就好啦头一节是伊的迄个。代志拄拄发生了，对着死伫因的头前，因拢有看到。本来是足危险，因为上帝甲因信仰告别，讲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开力，是咱及时的帮衬。别人要当时要来甲你攻击你毋知呢，你无法度控制。忽然间到的困难，上帝伫遐。这是真强的信仰告别的一句话。地大震动，地大变动。我看到这是，咧讲地动啦。伊毋知有去想到因迄个老祖公迄苦难呢，那地开安落落死去，迄个代志也无。毋过咱台湾人地动咱大家拢真有经验。华人无偌久这地动这地动的代志，地动迄。地摇你真正无当走呢，你走去倒拢无路用呢。真正呢，你拄啊互摇，以外无法度呢。真正是无办法。第3节在讲津纳米啦，海中，因为地动，这无偌久以前发生伫泰国2004年、2011年伫日本的福岛遐个拄咱拢有咧看，伊用大自然的变动来讲，即款咱无法度通控制的代志不管是会来，毋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开力，所以伊讲咱拢免惊，这是伊的信仰的表现啦。第4节到第6节伊讲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真侪学者对这个未了解，因为耶路撒冷迄个城是伫山顶无河啦，山顶无河，所以大家拢讲这是咧讲倒一条河，伊的水流是至关上帝徛起的所在，迄就明明在讲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都无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我要搁一摆甲咱讲，我拄仔甲咱讲遐迄个背景，因有影去互围，有影无一条河。总是我伫准备这个时候，我2009有去圣地这去圣地旅行啦，毋是去圣地啦，去圣地旅行啦我有去圣地旅行，因带阮去行一条河迄毋是河啦，是一条水道，叫做希西家的水道。
真趣味的代志，我相信恁大概毋捌听。我真正有去遐撩水，我真正有去遐撩水。我有创一个鱼世界的水道的，鱼世界，即个你若去 Google 吼，去看鱼世界的水道，你就会看会到。伫历代记录32章第30有写讲，鱼世界伫基本泉，耶路撒冷无河，总是有水泉。若无水的所在，人无可能住伫遐。无，你看所有的大都市哦，边仔拢一条河，咱遮一条 Fraser River， 吼、啊，托兰多是迄个大湖，迄种水的所在。啊，你去台湾台北有淡水河，你看大都市边拢有。伫耶路撒冷无河，总是有水泉。即个水泉叫做基粉泉。伊讲哦，鱼世家伫基粉泉出口闸水，伊闸水起来哦，将水引来台北的城，就是耶路撒冷的西边。鱼世家，我拄仔讲鱼世家即个人真有眼光，就是这样代志。因为伫遐吼，敢若出个水泉吼，啊，伊伫王宫的内底要用迄水足费气，所以伊吼对迄个水泉的所在开石头。啊，将遐个水引入来耶路撒冷城内底，这是真有眼光。我，这是迄内底啦。阮去聊就是聊，你要看一个人个两只脚伫遐吼，迄你会当落遐聊水啊，你会了解。啊，这吼到今仔日，真侪考古学家还阁未了解迄个时阵因是安怎做的。因为迄对石头拍空吼，啊，讲是因了吼，因落成了后，有放一块石碑伫遐，讲迄个水泉是安怎拍的？因对双边拍，这边对基粉泉这边拍，搁一个伫个所在就是西罗安的地，西罗安的地就是吼伫耶路撒冷，迄水去遐扣伫遐吼。恁会记得耶稣捌一摆甲一个青面人用土甲伊糊目睭，糊了讲叫伊去西罗安的地去洗目睭，恁会记得？都是迄个啦，迄就是鱼世家做的。对吼，正边遐吼洗出来真无清楚啦。迄个线吼，迄个线就是迄条鱼世家的隧道经过线，啊，迄拢伫土骹拍呢，啊。因着到现迄阵啊，也无 GPS， 也无啥哦。因是安怎会晓拍到上终点的是安尼，啊水就通。迄个石碑有写，所以这是真奇妙的一个工程啊。迄是鱼世家可能做王无偌久，伊就做。听讲对头到尾做4年久才做成，所以这个是真大的工程啊，当阿术来拍吼，鱼世家吼，即个人头壳足好诶，伊过落去吼，伊要应付阿术国诶吼，伊安怎做你知影无？过落去迄张吼，第哦，鱼世家，这我读互恁听，恁来听吼。伊世家看见西拉基利就是亚述迄个王啦，已经来，知影伊一定要攻击耶路撒冷，伊甲人参详哦，要探拔城外的水源，大家拢支持。伊对迄个水源甲踢起来，全无水，啊吼，真济百姓自己做伙吼，将迄个水源甲踢起来。所以对敌吼来到地吼，伫巴勒斯坦迄款遐尼热诶所在吼，无水是真大诶代志呢。因围城吼，有影真正看着真惊，总是无水吼。人拢无水吼，会当挡偌久呢？我有去Google去看吼，差不多挡3日。你若无拢无啉水，差不多3日就差不多啊。迄军队18万死去吼，
可能比18万搁较济。迄规阵遐大阵，伫遐无水通啉，你甲想看迄免拢烧贱啦。所以鱼蛇，我讲鱼蛇较头壳真好，伊对水源甲读起来，伊对水源甲读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哦，因拢毋免用到一个，毋免出去烧台，毋免出去烧台，遐个人拢喙焦就死了了啊！啊，搁落去哦，搁落去。过迄只拜托，伊讲哦，希西家吼，伫即个危机的中间，伊搁做一项代志，伊去找以赛亚，为着即个代志，叫以赛亚带伊祈祷，对上帝求救，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代志呢。咱普通若拄着灾变的时，拢都扑不掉，啊，拢总毋知要安怎做。伫即款遮尔危急的中间，希西家去找以赛亚，求以赛亚带伊祈祷。啊，第21节吼，这是因的了解，这是因的了解。上帝的作为啦，这无毋对啦。伊讲哦，上帝暗时啊，找一个使者去亚述王的营地内底，将遐勇士拢杀死。列王记有写讲有185000人，伊毋知安怎算，我毋知。反正伊亚述国遐个兵拢总死去。咱拄仔咧读迄个诗篇46篇的迄个启应文的时，伊讲天铺光有无？天铺光，因透早爬起来吼，看到死遐尼济人哦，因觉得这定是上帝半暝来拍死遮尔济人。总是呐，用咱现代的科学知识去甲了解。我毋是讲上帝，毋是上帝做的，会晓互希西家想遮个代志出来，这嘛是上帝恩赐。你遮个人真正，你甲想遐尼济人，拢总无水通啉，敢若内乱就不得了，敢毋是？啊，无水就是无水啊，无要安怎？啊，要搁倒转去，无遐尼简单呢，无遐尼简单。啊，第33节，安尼上主解救希西家甲耶路撒冷的子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立甲所有的对敌，四境平安。你若用这个大代志吼来读第8节甲第9节，第8节甲第9节，只讲哦，来看上帝所做。当因看到遐人拢死去哦，因后来看上帝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这个是真合理的代志。过来咧，因有战车，有弓，有枪，有战车，总是上帝压一弓，斩断枪，放火烧火车。这因连动手都无呢，这个代志发生伫你面前，因的了解就是这上帝作为，这上帝真正是咱及时的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伫遮吼，咱若用安尼去了解这个圣经哦，你会知影这个做事的人伊是在讲什么代志。那第2部分我要讲哦，这个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第7节甲第11节，这2节拢是迄4个号啦吼。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都是上帝甲咱同在啦。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英语的圣经是讲雅各的上帝做咱的避难所。迄个巴克利的翻译嘛是讲雅各的上帝做咱的避难所。总是头啊写，伊是万军的耶和华做甲咱伫地，甲咱同在。万军的耶和华，这我有创一个万军的耶和华迄个出来哦。迄个巴克利是翻做万军的耶和华，啊，即摆新约吼，
因无用耶和华，所以拢用耶和华拢换做上主，上主万军的统帅。英语是 Lord of Hosts，Hosts 吼，唔是军队的意思啦，是真济人的意思啦，足济人，正人。上帝是正人的主，讲安尼讲。啊，是安怎翻做万军，我实在袂晓讲。我会记得吼，我伫国民学校伫读迄落自然啊是啥物？就是敢若 social science 迄部分的啊。伫读着宗教的时候，我会记迄阵的教科书吼，迄阵的教科书当然是拢教育部编出来，写讲吼，耶和华吼是基督教的战神啦。因就是讲，上帝是万军的统治，万军嘛吼，所以讲因讲耶和华就是因想讲基督教内底神足济个啦。啊，这耶和华是战神啦，耶稣咧，耶稣唔是耶稣是替人死的，有听博爱的，安尼，因教科书真正安尼写咧。我迄阵啊就讲，啊，这都唔对咧。总是你袂过，你讲是万军嘛，是安怎翻做万军，我唔知啦，我唔知。总是吼，Lord of Hosts 吼，我有去看到一个圣经学者伊的解说 ，Lord of Hosts。上帝是正人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咱安尼讲，伊所创造的物件，拢伫伊的手中，迄款的上帝。大圣伊讲哦，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如果你听到大自然的时，你想到啥？你会想到哦，咱四季变化，但我拄仔祈祷嘛有讲，真水。你去 Rocky Mountain 看，哦，大自然足水的。大自然，我甲恁分享哦，我了解的大自然哦。恁知影伫 Oregon 遐有一个火山叫做 Mount St. Helens，1980哦爆发。1980呢，我真功夫，我去查看当时哦，5月18，1980的5月18爆发咯，变叫，迄阵仔是。啊，我对这真有趣味啦！我迄阵啊读《台美》个时候，我逐期我拢读。当年《台美》迄个《时代》杂志哦，伊有咧讨论讲这火山的代志啊。啊，迄个我会记我读迄个文章，意思是讲哦，Mount St. Helens伫火山全世界火山内底算是 baby 啦 ，baby 呢了，baby 爆炸到安尼啊！你甲想看觅。用迄是 baby 啊，真抑阁真少年、真细汉的火山安尼爆炸。2礼拜后吼，有一个人写，迄阵啊，台美个是拢有读者的安尼回应啊。迄一个读者的回应讲哦，你讲 Mount St. Helens 是 baby 吼，伊讲 I guess the baby bird。你知影囡仔咱食零，你食了你拢甲缩的，爱着嗷一个有无吼？伊就是讲啊，你讲Mount St. Helens 是迄个 baby 哦，啊，敢若是 baby 安尼食饱嗷一个尔，啊，一声咱大家就收甲袂了安尼。迄5月吼，伫 Oregon 爆炸，6月 sometime 有一早起我爬起来吼，我住伫山里尾，迄阵啊我住伫山里尾，我的车规只车看迄个灰尘咧，尾啊我才知影。讲是 Mount St. Helens 的迄爆起来的火尘，对遐吹几个月，才吹去到加拿大南部咧。这是大自然啦，这是大自然啦。咱毋免大自然就拢想到这啦。大自然哦，咱嘛会当看吼，咱的圣诗，咱顶礼拜唱迄圣诗哦，第62首，我哪唱的是哪感觉哦，这写首的这诗的人足好写。我读互恁听，顶礼拜恁才唱的吼。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米逐项的，功劳极大又极快，一时清雨永无煞。日头发现光满天，日落月出照暗暝，日月星辰拢显明，上帝主宰大权能。遮简单的，咱免定定去想Mount St. Helens啦。
咱的周围就好啊啦。土地所生的五谷，花园青翠的树木，水内所有的鱼鳖，拢是上帝造的物。天中所发的鸟只，上帝甲伊饲到遐，以及仔细的通拖，无出上帝心以外。上帝照顾世间人，不论本国啊外邦，甲咱逐日的美，互咱逐日的美娘，兼有厝地甲衣裳。上帝阮讲袂尽，差遣耶稣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甲伊感谢，甲伊感谢死来迎。遮尔简单的，上帝是即款的上帝啊！上帝是即款的。我最近吼嘛对天文足迄落的。我有读到一个吼，我即真简单讲互恁听。咱地球偌大粒，咱大概迄个头壳底想会出来。太阳离地球偌远，恁知影无？9300万 miles。太阳光吼，对太阳出来吼，发出来，都要8分钟才会到地球。所以你拍到的日头吼，是8分钟就对遐出来。这是迄个文章讲的吼。啊，伊讲太阳偌大粒，伊用安尼算，伊讲吼，你若1秒钟哦，将一粒地球甲弹入去太阳的内底，1秒钟弹1粒，1分钟弹60粒，一日弹3600粒，爱等偌久你敢知？都爱等15日才囤会满。1点钟等3600粒的地球落太阳，就爱15日才会满。你敢若甲想讲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这个上帝讲吼，伊甲咱三角地底呢，你听咧？伊甲咱三角地，这个做事的人哦，当看到伊的国家伫迄个遐尼危急的中间，忽然间变安全，伊似乎敢若讲，这是万军的耶和华所做 ，Lord of Hosts 的作为，无人有法度安尼做。啊，搁一个雅各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真济学者你未了解讲，雅各的上帝是要安怎？有一个牧师讲甲足迄落，上帝吼是连雅各伊嘛欢喜做伊的上帝。你知影雅各的一生哦，旧约迄个雅各，真正外国之川呢，一直讲骗呢，骗伊的老爸，骗伊的大兄，去骗伊的阿舅，伊的一生真正是利利落落，伊一生是，你若去读因圣经旧约，阮有哪读哦？遮个人哦，老实讲，咱逐个拢比因较好，你知影？我无甲你骗。迄个牧师讲，雅各的上帝吼，就是连雅各。上帝都要欢喜要做伊的避难所。我拄仔讲，咱大家拢无比伊较歹啦。所以上帝若连雅各也要做伊的避难所，伊欢喜要做咱的避难所。今日我的题目是上帝甲咱同在哦。咱今日有读迄个约翰一书第4章。在讲上帝听，约翰在讲上帝听。第9节你讲上帝找伊独生的囝来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的中间，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伫咱的中间什么意思？管理这个大宇宙的上帝。甲咱做伙，咱会算啥？咱大个地球是遐尼细粒呢？咱有影啦，地球真大粒啦，坐飞机也坐足久个，才会当坐一年，这有影。毋过对上帝来讲是真细粒个物件呢。
你捌看到宇宙的顶头，咱地球甲别个星球在比啊？迄地球安尼一粒仔囝来点，你捌看到无？上帝疼咱的地球，疼咱遮个伫地球顶头生活啦。上帝甲咱同在。你会记得伫马太第1章，天使甲耶稣的老爸讲：你要生一个囝，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有影伫咱的生活中间哦，咱有时啊会感觉，啊，恁讲上帝甲我三合伫地，啊，都无咧，我都安尼，真歹说明啦，真歹说明，这是要家己去经验。我要用一个故事哦，我感觉这个故事真好啦，个故事，这是哦。第二次世界大战，听讲是伫英国发生的代志。德国去炸伦敦，炸甲足厉害，啊炸吼，炸到真侪厝去互炸烧，啊炸弹炸落有时啊伫所在规空吼，土规空。有一个老爸带伊的囝要走，啊走伊人讲炸弹未落伫共个所在啦，无迄个可能性吼。讲有即落话啦，所以老爸想讲上安全的所在，就是迄炸弹炸起来，迄个空哦，米袋内底上稳啦。所以伊就走去伊后壁遐人吼，遐有一空，伊跳落去，啊当然拢暗暗嘛。啊，伊甲伊的囝讲：来，你跳落来。伊的囝讲：我拢无看到你呢，暗暗嘛，无看到。老爸讲：你无看到我。我有看到你，因为老爸徛伫迄个空的内底吼，伊看对顶头去，遐火烧吼，伊的囝的影伫迄个所在。囡仔袂当看到因老爸，因老爸讲我会当看到你 ，jump， 你跳，我一定会甲你接起来。例如我有时啊，我安尼甲恁解说，恁毋知会当接受袂？有时啊是咱的人生是安尼，敢是？咱无看到上帝，上帝有看到咱。jump， 你敢无？安尼那点。上落尾吼，第10节，咱要安怎才会当得到上帝甲咱做伙？我拄有讲，伫迄战乱遐尼乱的时，希西家。去找以赛亚，叫以赛亚甲伊做伙祈祷。第10节，看讲有错无？第10节吼，无啊是咧吼。第10节讲，着点点，着知我是上帝，这上帝讲的。你会记得咱去领受会时，遐有个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恁会记得无？我有教恁唱迄条歌，恁会晓唱无？今仔日听伊讲主日落，囡仔嘛要唱迄条歌。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恁会记迄条歌？圣经甲咱讲，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静落来，拄着代志吼，扑掉吼。上帝讲要跳你去跳，跳甲你好啊，咱才来讲。着静，着知我是上帝，咱是握伫上帝的手。我捌看到一个 bumper sticker， 我足爱，几字内底 ？Let go, let God。你知影意思无 ？Let go。你唔通逐项代志拢要家己讲个，你爱有放手啦，你放手，放互上帝 ，Let go, let God， 真简单，就静，就知我是上帝。最后要麻烦咱一个问题哦，头一个问题，你活倒转去看你的人生，你捌经验到迄个 Let go？啊！上帝真正甲你接起来，你捌无？你捌经验迄无？
你想看觅啦，我捌啦，恁捌无？咱大家想看觅，若捌，感谢上帝。啊，佫一项哦，你还是我拢共款，咱偌久毋捌点点伫上帝面前，咱伫上帝面前足差的，直直讲，咱偌久毋捌点点伫上帝面前，咱来三个祈祷。特别说感谢你通过这个诗篇，互阮看见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听阮，阮是我安尼微细，总是你听阮。阮有时亲像雅各、邪恶做伫阮的内面，要求你伫耶稣基督内面，你做阮的上帝，你听阮。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由你通过阮今仔日的分享，阮人所讲的、人所想的无完全，愿你的圣神教示阮，互阮会晓信靠，会晓真正相信你是阮及时的帮衬，是阮的避难所。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